如何讓他在短時間內愛上你？三招讓你順利抓住他的心。愛情總是來得悄無聲息，卻又讓人心潮澎湃。我們都渴望在茫茫人海中遇到那個對的人，與他攜手共度餘生。但愛情並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時間、耐心以及一點技巧。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探討如何在短時間內讓他對你產生深深的情感依賴。用三招順利抓住他的芳心。第一招，展現真實的自我，讓他看見你的閃光點。在愛情的初始階段，很多人會刻意隱藏自己的缺點，試圖以完美的形象吸引對方，但這樣做往往適得其反。因為真實的自我才是最能打動人心的。記住，你不需要成為任何人眼中的完美女神，你只需要做自己，展現你最真實、最自然的一面。例如，你喜歡讀書，那就在聊天時自然地提到你最近在讀的書。你喜歡音樂，就邀請他一起去聽一場音樂會。這些看似不經意的細節，都能讓他看見你的獨特之處。同時，別忘了保持自信。自信的女人最有魅力。當你能夠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並且勇敢地展現自己的優點時，你會發現他已經開始對你刮目相看了。第二招，傾聽與理解，成為他最堅實的後盾。在愛情裏，傾聽比閱更重要。每個人都需要一個能夠傾聽自己心聲的人，一個能夠懂自己的人。當你能夠耐心傾聽他的煩惱，理解他的想法，甚至在他遇到困難時給予支持和鼓勵時，你已經成功地在他心中據了一席之地。舉個例子，當他工作不順心，向你傾訴時，不要急於給予建議，而是先認真傾聽他的感受。你可以說：我能理解你現在的感受，你真的很不容易。這樣簡單的一句話，就能讓他感受到你的關心和理解。當他發現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你都能站在他身邊，成為他最堅實的後盾時，他已經離不開你了。第三招，製造小驚喜，讓愛保鮮。愛情需要新鮮感，而製造小驚喜是保持愛情新鮮感的秘訣之一。這些小驚喜可以是精心準備的晚餐，也可以是他下班回家時桌上的一束花。重要的是，這些小驚喜要體現你的心意，讓他感受到你對他的愛。例如，你知道他喜歡吃某道菜，那就在他生日那天，親手為他做這道菜。當他品嘗到你用心做的美食時，那份感動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或者，你可以在他工作忙碌的時候，悄悄為他準備一份小禮物，例如他喜歡的音樂會的門票，或是一本他一直想讀的書。當他收到這份驚喜時，他一定會感受到你的用心和愛。當然，製造小驚喜也要適度，不要太頻繁，否則可能會讓他覺得有壓力。適時的驚喜就像愛情裏的調味劑，能讓你們的感覺更加甜蜜。最後，我想說，愛情是兩個人共同經營的結果，而不是單方面的付出。當你用這三招吸引他時，也要記得給他回應的空間。當他感受到你的愛時，他也會更珍惜你，更愛你。記住，愛情不是一場遊戲，它需要我們用心去經營、去照顧。當你能夠展現真實的自我，成為他最堅實的後盾，並且製造小驚喜，讓愛情保鮮時，你會發現他已經深深地愛上了你。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你用真心去對待這份感情，用智慧去經營這段關係。願你在愛情的道路上能夠遇見那個對的人，與他攜手共度餘生。